台语电视台是指专程以台语发音的电视台。到即仔，台湾并无任何一个即种类型的电视台。台湾有客人电视台、原民电视台，为什么无台语电视台呢？台湾有超过70%的人讲台语，却无相对应的电视台甲广播电台。目前原住民语甲客家语已经拢受到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甲客家基本法的保障，嘛拢有正悬的意识。比较之下，上侪人讲的台语，若无相关法律保障，意识嘛无悬。虽然台湾真侪人讲台语，可能互人感觉毋免提供台语运动，毋过台语家庭的后一代嘛有可能袂晓讲台语。即卖会讲台语的少年人愈来愈少，代表台语嘛有失传的危机。虽然对2001年开始，伫国小一礼拜有一节本土语言课，毋过事实上，这毋是正常的语文教育，干那课一礼拜一节，而且干那小学有尔，中学起就无，佮无注重读、写。世间什么款语言有法度伫这款状况之下，互学生学学好势，建立完整的语言文化体系？台湾在地语言伫几十年的国语政策之下，已经强要袂喘气。照联合国的标准，青少年甲囡仔无咧使用、无咧学习的语言，就是明显有危机，就是会断校，甚至绝种的语言。今仔日要挽救咱的母语，除了打破独尊华语的现象，佮爱进一步来经营语言互相尊重，佮合适公共环境，建立正常的本土语言课程以外，也做所有环境内底拢会当听到台语，嘛是真重要的。伫国家语言发展法也未完备进前，培养台语人才。嘛提供台语族群，甲想要学台语的人全台语的资源。这个台语专用电视台，毋但会当呈现台语文化，阁会当对外宣传，做台湾文化的特色之一。有一寡话爱用台语讲，会靠才会活灵灵，亲像1减2个，蒙拉仔减洗裤。嘛希望大家毋通因为讲台语的人口多，就疏忽建立台语电视台的重要性。